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流關王頻道。今日我要講由我創作嘅細思極恐漫畫《緋紅醫院》。呢個漫畫入邊收埋咗好多好恐怖嘅細節，請大家仔細觀察。有需要嘅可以暫停影片查看，然後推敲出收埋喺故事背後嘅真相。呢個已經係呢個系列嘅第4集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系列嘅話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留言、讚好、訂閱，十分感謝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哋開始解說呢一篇漫畫。第一幅圖話緋紅女士係一個美麗又有錢嘅人，佢最標誌性嘅位置就係穿着一條紅裙子。到咗第二幅圖，緋紅女士為咗幫助重病嘅人，所以開咗一間醫院叫做緋紅醫院。所有進入緋紅醫院嘅病人而家都無病一身輕咁樣生活住，睇嚟緋紅女士開呢一間醫院真係幫助到好多嘅人。到咗第4幅圖，個重點就突然轉咗做討論緋紅女士嘅美貌。有一個人好奇點解緋紅女士可以永葆青春，所以佢就偷偷地潛入咗醫院入邊禁止進入嘅區域。第5幅圖，男人好似係發現咗一啲好恐怖嘅事一樣，嚇到大叫咗起嚟。最後一幅圖解釋咗男人原來只係知道緋紅女士已經150歲，仲 keep 得咁年輕，所以先至十分驚訝。而緋紅女士喺途中仍然為咗病人繼續努力幫助佢哋。乍眼睇呢個只係一個短小精悍嘅反轉故事，由一開始讚美緋紅女士人美心善，抒發咗作者對於緋紅女士嘅感恩之情，再過渡到中間男人潛入醫院嘅情節，營造緊張懸疑嘅氣氛，然後補充男人原來只係因為發現緋紅女士150歲先至咁驚訝，帶給讀者一種滑稽嘅感覺。最後又講返緋紅女士雖然年老，但係唔識衰，仲為咗病人無私奉獻嘅形象。但係真相係咪真係我哋見到嗰個樣呢？由第一幅圖可以見到，緋紅女士拍攝呢一張相嘅時間係1999年，而第4幅圖嘅相係拍攝於2026年，中間足足相隔咗27年。真係有人過咗27年都係同一個樣咩？如果最後一句唔將佢當成一個玩笑嘅話，就更加離譜。一個人根本就冇可能活咗150年，都仲係20-30歲嗰個樣。至少1999年嘅時候，佢123歲，佢就根本就冇可能係呢個樣。唔通佢係用咗某種特殊嘅方法，令到自己長生不老？而第3幅圖入邊，仔細睇下嗰啲病人面色蒼白，臉型凹陷。佢哋真係有好好生活落去咩？如果冇嘅話，咁嗰一句無病一身輕，會唔會係指物理上嘅輕呢？第5幅圖，男人手上拎住嗰一盤血紅色嘅嘢，會唔會就係緋紅女士用嚟保持青春嘅秘方呢？佢哋又係從邊度嚟嘅呢？最後一幅圖，爛咗嘅袋入邊露出咗屍體嘅胎記，嗰個胎記同前一幅圖嘅男人一模一樣嘅喎。咁男人而家究竟俾人帶咗去邊度呢？